台中市雾峰分局伫咧初九有去抄网络签缴的机房，掠到2个嫌犯。不过，即马所逼出，毋是即个行动专案小组的一个小队长，伫咧查缉行动进前，煞出现伫咧机房，涉嫌甲已经熟悉10多档的嫌犯，甲因斗暗号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即个小队长是无漏失机密，不过嘛已经甲伊加重处分甲调职。 警方进入铁皮厝来搜索，现场超出300几万的现金，这是违法网络签赌的机房。警方9号前往抓人，当场逮捕林姓嫌犯等2人，而且抄考现场相关的赃证物甲毒品。不过事后却传出，雾峰分局侦察队一名不是专案小组的林姓小队长，伫咧抓人进前出现伫咧签赌机房，敢若有暗砍嫌犯。 当日在搜索行动之前，有去过现场建筑物外面逗弄嫌犯所饲养的犬只。为本案执行时，该小队长既非勤务人员，搜索行动亦顺利达成任务。本次查缉赌博行动未发现有远景泄密情形。 警方事后调查，这名林小队长甲林氏嫌犯是熟识10几年的朋友，初步并无发现小队长有泄露的情绪。不过，伊非常拄好，伫咧其他同事行动进前。 出现伫咧犯罪地点，确实互人起疑。分局长强调，若是查证有违法违纪，绝对袂含糊。该小队长有无涉及不法或违纪情事，本分局将本务案物证深入调查，依规定处置。雾峰分局嘛表示，林小队长当天确实上班，家己走出去，而且甲经营职业跋筊业者接触交往。 以违反警察人员甲特定对象接触交往等相关的规定，决定加重处分，记一大个，而且改调行政警察职务，后续卖来厘清林小队长是毋是有暗砍的状况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